看咱国内伫403花莲大地震过了呢，即马花莲县内的地图是小可有变化。内政部来比对前后，发觉讲花莲地区东管处是刷走32.7公分，也那受风站是加较落，加39.3公分。403花莲大地震了后，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用卫星导航系统连续观测站资料检测显示，403地震了后，花莲受风站悬39.3公分，是全台湾上最。位移比较显著的呢，大概有138个点，这些点呢，大概都分布在花莲居多啦，宜兰的南边一直到花莲的北边。根据资料显示，甲403地震前一天来做比对，花莲东管处水平稍为32.7公分，若是甲109年公告测量相比，发现4年来花莲县甲中央山脉地区的点位变动也是真明显。其中花莲地区的地面上大水平稍为43.8公分。换一个角度来看，伫县城更悬的部分，甲403地震前一天来比较，花莲受风站是加悬39.3公分，甲4年前来比较，花莲地区的地面是加悬49.1公分。内政部讲，403地震了后，是做基本控制点的检测，总共检测247点，其中138点指标，甲顶摆公告成果无同。地震的当时，它因为瞬间的错动，会可能造成地下的管线呐，或者是像花莲港的一些潮位线呐，或者是定置渔网，或者是一些海边的养殖也会有影响。我想，其他对生活来讲都不太会有影响。专家讲，每一摆有强烈地震发生，开始出现地面刷位也是悬停、光悬的现象，呼吁爱注意地下管线是毋是有错动的问题。国土测绘中心讲，每一摆有强烈地震发生，除了有卫星导航系统做测量，也有基本控制点来检测，确保测绘精准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